你练的是什么？咏春拳。想在天津做大了？那得您点头啊。你打，给你提了个武馆不会容易，教授个徒弟打。我在天津做的事，不要问，猜到了不要说。你得给我句话，见你的心意。想打架？要不跟我吧？你说看我的眼神不正。练拳后，我就不敢看着了。你是一个门派的全部外来人。你徒弟提了7家馆，战绩非凡。我的徒弟，那是为你徒弟准备的。高手的生死决定一记的兴衰呀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，这个人离我200米，我信念不强，再远怕不能应你。我徒弟打了8家武馆，我想打第9家，谁先？是想隐退前做点照顾后人的事儿。我在天津做的事，不要问，猜到了不要说。你得给我句话，见你的心意。想打架了？你说看我的眼神不正。练拳后，我就不敢看你了。高手的生死决定一记的兴衰呀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，这个人离我200米，我信念不强，再远怕不能应你。